后礼拜五就是冬节，这冬节就爱食圆啊。不过，伫咧台南一寡所在却是食菜粿哦。伫台南嘉里的营顶社区关怀据点，因烦恼在地文化消失去，伊就请老师教这时段呢做伙来做这菜粿。关怀据点的理事长也讲，摕菜粿来制作的文化有上百年历史，咱做伙来看。先甲猪米皮、银乌饼，再放入煲仔内底包鸭。参市面上看到的菜粿真无共。但部分地区每若冬节要到的时，家家户户拢会包菜粿来制作。不过近来晓做的人愈来愈少，为了传承这项有上百年历史的文化，永定社区关怀据点请老师来教社区时段，甲在地好滋味保留落来。就说这老辈就教我啦。我就说做到这阵啦，对啦，就爱拜安尼啦。做菜粿吼，原来有伊的意义存在。第一制作吼冬节到啊，就是要过年啊，是添水吼保平安吼大发财。拄炊好的菜粿有黄色甲橘色，社区用金瓜、番薯在地食材落去做。详细看外形个参元宝、榴啊烧香，所以每若冬节，因拢会传来要拜祖先。这嘛诚做节庆限定的点心。有经验的时代咧包骹手真美，毋过有时嘛会叮打去。记得老师讲，若皮有破去，一定爱补好势，无破角才代表原本。破去就是爱补，用果菜搁落去补。所以人讲的补粿较有加火。时代讲，冬节食菜粿，甜甜咸咸，真调味。这个农庄包800粒，卖分送去予甲弱势长辈，互因做伙感受过节的气氛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